新闻的头一条来到台南的永康。 昨暝有驾驶赛车驶到中正南路的时阵，常常看到一个女子坐伫咧车道，伊赶紧打档啊，想袂到女子爬起身，一直行为伊的车来，然后到伊的车前倒落停伫咧涂骹，哪像是要制造假车祸。警方来到现场，发现这个女子情绪真无稳定，甲送病院治疗。啊，女子这种的行为已经犯着公共危险罪。 暗时车路驾驶真细致，你赛车想要到一个查某人一日路中央，驾驶赶紧打档啊！这个查某人徛起来了后，行到这台车的头前，煞来佫倒落去，用肉身挡住去路。毋然好，这个驾驶员去边的骑士嘛停落来看，无偌久尔，这个查某人起身赶紧离开，这个过程拢互翕落来。 是爱注意啊！爱注意，我注意到十字路口，我就直接注意，拢爱减速，爱看无，而且你若拄着这种情形哦，就对哦。先报警，对，就说你为什么要撞他会有责任。地点伫台南永康区中正南路，昨暝10点外，这个穿白衫的查某人甲因男朋友转去的时，敢若是冤家落车了后，因车路伫行，佫倒伫路面，加在驾驶反应较好。现场陈女情绪不稳，躺在车道上。 员警为了维护陈女安全，立即将陈女管束到路旁的安全处。警方到现场了，随将这个查某人强制送医治疗，将会继续调查原因。若是调工违规是肇事者，也将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